金团圆，路人太细强下来，大家少年练，七个隆咚锵咚锵，大家少年练，七个隆咚锵咚锵，大家少年练。长夜里来，是啊是新年，枝头锣鼓中连天，大迎岁子度啊度平安，家家户户金团圆咯，嗨呀罗哩嗨，嘿呀罗哩嘿，嘿呀罗哩嘿，金团圆咯。祝福大家，恭喜發財，恭喜恭喜！好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那年连年，枝头双双，英雄连天。好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那年连年，祝大家都過個快樂年。幸福啊，天天來！恭喜呀，大家萬事都愉快，從今以後有福啊，大家來！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锵。牛氣沖天陽新春，哎呦，還有風暴拿新年快樂！過年天天風暴啊風暴！風暴咩咩捱半？你中邊啊？天師台中咁樣半，資中而乜半？知道你什麼？特別要一年一度啊，你年度嘅你特別節目啊，過年特別節目，所以就8點到10點，哦，他個都會看到一樣見本嘢，所以會等人一天到我教，一年個行個剪輯，有一年夠了，對啊，凍齡了，係咪彼此好了，節目馬上就開始，好了啊，牛氣沖天陽新春。又就等人咯，金曲年年鬧新年啊！係啊，就伴咗兩吹啦，係來 PK 下，係一個恭喜吹，一個發財吹，發財吹，係發財吹啊！發財吹看得出來，我趁下多一些錢，係先，哦，啊你雖然比賽嘛，嗬，所以要評審先生，聽出愛啊，你有唱到神秘先生，哦，係，啊你馬上都嚟進行級別比賽，好來比賽，開始。盼云快，渺一家來安排。
有待，意思落难爱原来，有心不怕疯狂已有态，有心不惊天寒已跳赛，为到将来，为到命丧，千辛万苦也会抬。啊，一份努力，一份殊胜，奉天不负苦心命。太青铜山重开始，一记胆肝总言开到台，开千里台风云水，万七作胆肝，定用不悔退，也是客人总做伴。千古不变客家伴，样作胆肝，扎实愛台，也是客人盡做伴，愛台相隨，萬古流芳。心情不马散，一种法，黑暗用落就顺做动你丢家家，一种法，你看给阿配有落也快发，该瑞发，怕些枪子偏怕发飞了干，呀瑞发。黑暗用夜用年年，你年年可以等啊。留点短发，风面嘎，穷黑给树当红太太。风大，你嘅容颜，安定印象，黑唔黑不爱扎起飛來對你錯，誰會安將，誰會安將，談拍嘅講情法，張起最甜嘅漂糖，誰會安將。本愛心比波跳，生夢也老你共一起，有你情何？聽我嚟唱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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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再见，拜拜。然后还要一双结尾，加
我来刚刚跳国歌，好像很有这个 feel 啊。哎，青葱跟严聪比追眠一条狗哎，大家一起啦。哎呦，这些歌都是给米给啊，全部都是那客家经典歌曲。哎，流行好，流行歌哎嘞。对呀，你看刚刚的心语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唱最好的一次就今天。你比赛还挺强松啊。对，我这就拿这首歌来比了。哦，真的，真的你比赛没比过？你没有唱过这首？没有，我是表演过。他最厉害的是唱老山歌啊。可是唱这首，唱一下。哦，老三哥来唱一下。四方流过那风啊，哎呦，会练习吗？哎呦，我觉得不要有音乐比较好。为什么没？有音乐比较好，是小康老师的问题。来听，哎，为什么他唱的你头发就很舒软？他这个有舒有一点年岁。丰田不负苦心人。哎啊，那个一支单马管，我个条咩当真经典的。全部都冲到经典的歌诶，经典的歌诶。几种番，好听的。好啦，唱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恭喜吹唱起来，来，恭喜吹。来，唐夏，秋夏老师，有没有什么建议的？有咩建议啊？哎呀。新语哈，当然，人客家讲什么？哎呦，讲是讲的。讲。 I'm so beautiful。你们不要两人世界，台上不要谈恋爱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对，还有人在喽。我现在也只能进关呐，我也不能卸腕呐，对不对？再这样，我要跟他换位置。那得看那官权一出场，将你举心出场呀！对，非常定下。見到世君哈，兩曬就想嘅看到些當初人老嚟下睇，唔過老嚟人老嚟，而且陪見兩曬就唔會哦，唔過嗰種想嘅千定一下。廣告遛狗出來嘅，當定一下哈，世君哈，世君我嘅小動就千定一下嘅，佢家坐嚟乜那個按摩啦。千定嘅時候，而家啲吉他講咩唱得非常好啦，嚇呢一點。啊，T.C. 嘅我哋咖喱添嘛，咖喱แล้วกินได้ที่ไหน咖喱添嘛。清定一下嘞，重新。兩個一整支哦，哦，佢咩啲咩彈音質非常好。哎呦，開玩笑，客家界林俊傑呢？哎呀，客家的行動喉結歌王，要摸一下。這件唱得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所以今日哈 CV 不肯定打敗。那肯定啊，嘿，那沒有問題啦，俺那邊只是肯定還不一定贏啊，還不知道，哎呀，恭喜隊唱完了，那現在要攻守交換啦，幫你們發財隊了，好嗎？吹來哦，哎，來呀！好了，哎呀，按照穩定位出來，變下來，來。愛講伊從山歌，對半夜都聽過。愛講伊打菜茶，從過一山又一山。愛講伊打鑼鼓，咚咚隆咚，輕咚鏘。愛講伊吉他弦。一又一一三，大家恐怕就衝出來，衝動一條愛落山，不分太細也無論，衝到山崗無辦呀，就來衝山崗，恰恰恰。你從頭來愛聰明，就來打菜茶，你打鑼鼓愛一弦。阿哥送我一條花
金，七十千金，输金双面手电切杂事，万古千秋不弹琴。你送给输赢，打动了爱的心。红输金双面手电切杂事，万古千秋不弹琴。是遥梦，天门公主红妆。不管你有几多烦恼，不是对人讲，染了你的孤梦，又喊那泪水涌，心肚里只盼望记个声音的有汹涌，头毛上面的根拍索，他的一家人嘅从流。一草一草，弯弯山头，心事情鼻孔。流言流彩长风，刚刚吹过春夏又秋冬。乡村梦满人工，飞流家庭，牺牲有几多？人留下甜甜走，错的当你故事慢慢讲。是那比高天际，比的安求到了米的爱眼底，不管行北行南，行到哪边去，行起路伏下最上爱传奇。比到东啊西那，都是个假米，比的安言到了米的爱眼底。行啊行，都爱你，不可永远的心肚里。不管行啊行，都爱你，不可永远的心肚里。在一条有了去查看风景离开 On my way Last strike 出发嘞来到高桥谈记忆里藏随时痛的一种记忆 On my way Last strike 经行经人嘞So beautiful， 讲讲讲 ，That's so beautiful， 散播流电，鸟语发涌，青葱快，梦秀里东龙线，讲讲 ，That's so beautiful， 讲讲 ，That's so beautiful， 讲给错啊，但天我情感中，妈妈的卡哦诺。
两队都好欢乐哦。哎，正经嘞，我们多一点点吧哈。我们多一个人呢，多一个人，你们比较会啦，你们比较厉害。请唱送嘛，对呀对，加个国语我们经典歌曲。嘿哦，好，你刚才一开始唱嘛？我讲你唱山歌，奇怪哦，今日发音乖乖啊，因為愛教你衝山歌，係啊，衝到邊愛教你衝山歌，愛教你衝山歌啦，安樣怎麼衝？講會溜啦，會溜啊，愛教你衝山歌，這很像罵人，狗煙狗直接總得罵你。係啊，這個地主哦，你講一個，愛教你，愛教你，啱啱有衝，哦，那個。雨娟那首歌，哎，我們小康老師還特別幫他編成那種你的甜蜜，跳法素他是那個因人編的啦，因人而編啦，看人編啦，但小康老師也是色配一個的。那你呢？他沒有改編，魏哥的，魏哥，煙樓清風，哦，這首歌也是經典哦。要講一條歌，我們啲人的節目當中，也韓歌咩？係啊，係啊，韓歌好吧？哎呀，條歌啊有。經典，清後堂太好聽了。嘿，你看那個唐都全部是經典歌曲。好，你衝起來，有衝起來，來。唐欣賞公平，澤偉老師，澤偉欣賞，聽得有沒有很享受？當然有啊，公園時節你是最太享受。第五卡吼，一片食飯啦，食吸收，讓看人的節目咧最後公園的發動啊。你看哦，5位，連5位全部都。按有特色，好，充滿個槍馬街，編曲也後堂，全部都後堂，每個都很有特色了。保全哈帶了一個，你知道？公關，然後旁邊有公主，我就是帶他出場的。然後你看穿做風車就有媽媽桑，他是娜娜啦。中央啦，你有表現得懂吼，正嘅懂吼，到後堂吼，咁咩什麼啲公園本來你一下堂都按到後堂，什麼，哎，不能是像我唱謝小林老師的鼓勵公平，但是他對歌曲的部分可能比較不了解。用說唱的，哎，還有歌星證呢啊，歌星證嗎？唱一句，懂年啊，這個靠歌星證不清朝末年嗎？就是那個民國初期，這三個字我還不會寫。清朝末年，沒有公證還有歌星證呢，我就同佢唱嘅，唔係個按樣，給你唱馬狗，給你唱馬狗。頭髮哎，第四你在以前哈，你要主持節目，你問大牛哥，不是隨便就可以主持，要有主持證。啊，中國要有歌星證，我們才貌雙全才可以。要演出要有演員證。哎，像你們這樣才貌雙全，我們都有身份證，我們有身份證，哪像你們隨隨便便就可以站上舞台上？沒有，我有受田證哦，沒有隨便。若是講哈，雖然說有的歌的100左右看到哈，按到好上癮，他個好上癮，從國外真係當感通，近比看到男的有型，形象好，有上過後，真係吃到懂讚，真的由衷的感動。謝謝，哎，隊員唱完了哈，哎，我們身為隊長的，要挑戰就對了，會挑戰你衝，哎，公演沒，好不好？也讓我這個過歌癮，走的。好嘛？啊，唱完你去改歌的嗎？哎，而且我們邀請的這一個團體跟我們來一起配合。哦，你們沒有，只有我們有。哎，拍誰了？哈！哎，來，比下，躺一下。
I'm so great， 记得够嘛该。I don't care, I still drink my beer. Yes, I'm a killer. Don't date me now. 美女还有个阿发发，可能俺是给熬。嘿，你还别不漂亮，给对的爱对的你，人生不浪，I rap for fun, yeah。带你满出来个吹法，就跳一步你的老的给喷洒。无能做的自己准备好性爱，他们落去也配模仿要你拜。老妹嘅天赋大开，哎，天下舞，绝对唔会爱，管安多爱的安多奈我们会不错，很爱受，就很你的爱，是生生让当对对，全部心都有鬼，马上就讲了唔会爱。You can boy。谁会安详？就这一起吧吧吧。谁会安详？哈，是在电影上，不谁会安详？谁会安详吧？谁会安详？谁会安详？就像个一起吧。爸爸的牙齿丰富的嘴唇，木珠阿会讲法。谁会安详？谁会安详？生活的没有办法。标准的身材，甜蜜的笑容，色彩也电影下。风把雨入來砸，誰會安將愛馬上？愛上到斯文又後生，愛眼愛茶。誰會安將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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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像一枝花。阿爸的牙齒，豐富的嘴唇，木珠阿會講法。誰會安將？誰會安將？生活的沒有辦法。標準的身材，甜蜜的笑容，色彩也電影下。風把雨嘅入來砸，誰會安將愛馬上？愛上到斯文又後生，愛眼愛茶。風把雨嘅入來砸，誰會安將愛馬上？愛上到斯文又後生，愛眼愛茶。誰會安將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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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誰會安將吧？好厲害，來。請站中間，請站中間。唱 key 都懂哦，請站到中間，對。我們這邊都會唱的呢。哦，這邊哦，都會唱是。是。誰會安將？就像個一枝哎，這首是快客家國歌嘞，對嘞，開玩笑嘞。對呀，我們不需要你會唱，你要會這個 B-box 好不好？哎，歡迎馬力國，什麼馬克比人生樂團。
今天按那客家天师团嘛，唱到人家的英国是不是有跟客家也有关联？跟客家有关吗？客家人吗？客家人。对，是啊，客家人哈。是有吗？你不是？我不是。哦，那你借过一下。开玩笑，我们欢迎非客家的朋友，欢迎耶！世界本客家嘛，对对对，哎，这种 beatbox 哦，基本上这个节奏是很重要的，节奏就是靠它嘛。哎 ，beatbox 还有 bass 是一个基底。我声音也是属于比较贝斯的，可以，对啊，我觉得，哎，那怎么弄？教一下，教一下贝斯怎么弄嘛？就是我们要模仿电贝斯的声音，所以我们要一般那种贝斯的人不是都会比较大只，有没有？就是那个音箱很大，有没有？按 C 这个贝斯，哇，妈妈没有养好，妈妈没有养好，来跟镜头前的妈妈说话。哎，这怎么练习啊？就是模仿贝斯，用手指弹的声音就会。哦，还要那个。哇，他有拔出来。哎呦！可以，我们这边还有编曲老师，很棒哎！我对 B-box 也是很有兴趣，很厉害哎 ，B-box。对啊，这有什么诀窍啊？诀窍吗？对，诀窍就是吐口水，这样一直。我觉得是要精神已经学到，对，精神已经有学到。吐口水就是他的精髓就对了。哦，精髓。那个周杰伦不是有一首歌叫什么？不吃不吃。有，Come on come honey， 那个吗？对，没错，可知不可知。哎呦，具象化了。来，吉娜姐来一段。对。哎，不是。我应该只能做贝斯啦。这个 B-box 的女生应该很喜欢你哈。女生哦，因为这个不好说啦。但是我喜欢男生这样。原来如此。哎，太棒了。对，哦，这个哎，我们刚刚全部都比完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比泰的哦。好，这比泰的对吗？哎，那我们两个在 PK 呢，现在这边和乐融融。哎，他怎么跟你 P 呀？哎，刚那一首歌真的是太神了。不公平，爱唱爱去给他狗的嘞。爱家没唱去给他狗哎。爱赢太狗了，他们又不讲 key。哦，真的。对。哎，刚刚他真的他也不输你。对啊，开玩笑。厉害哦。对啊。妈妈不要看这个。什么不要看？哎，你这样讲得罪谁啊你？可以看了。哎，那比完了啊，那3位傻公阿飘有没有？三公标坐在那边，三尊大佛坐在上面。对的，他要给我们分数哎。还是要请他们投个票，对不对？赢的那一队就会有红包。哇哦！来，请投票了。哎，掐手领旗上，发吹吹耶！大票分，好。发出去卖眼黑来啊！哦，你看，当然很强，发出来要发出来啊！好，3下来，7位先生，发出，太难拍，还有秋下先生，李秋下先生，拜托，关键一票，发吹吹，票来票平手啊！大家都有红包啦！来，通通有奖，来，麻烦你发一下，来，麻烦我发一下，是不是？来，哎呀，恭喜！哎呀，过年就是这样哈，都有气氛嘛哈。哦，恭喜，全部都有耶！
是老师还幼师，嘿，嘿嘿。哇，厉不厉害？厉害！厉害啊！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啊，欢迎呀！春安都乜嘅呢？介係來自苗栗男裝客家莊一隻快樂大戰鼓嘅男裝相飛石鼓村，石鼓村哦，一到石鼓村，成立1個月時間呢？哦，冇一叫，26年添，26年，冇一叫啊，那個差唔多些咧。啊，男裝咧係客家莊，所以呢我團員啊有一般的客家聲音咧，一般的原住民朋友，一般的原住民啊，原住民朋友，男裝嘅青種原住民嘅朋友。啊，你咧石鼓村啊，你帶定啊，聲音我嚟參加咗團體，一定要帶到歡喜快樂嘅態度咧，嚟大戰鼓，冇歡喜冇快樂都冇必要。一打一趕鼓，糖都不準啦。是啊，啊你嚟打鼓咧要有球啊，有條件哦。啊你功課下題。功課下後作業啊，下題係阿姑條當初嚟練。一般會揀因為唔係個從唔好讀書嘅，啊你要改變形象，對不對？要改變刻板印象，對對。每個石鼓村嘅聲音都唔讀書唔乖啦，啊你要俾想辦法哈，學生嘅本分要做比爭，功課啊估到啦，然後。講完嘅態度呢，哈，嗱團體嘅態度呢，哈，咪佢要調整好了，對。講到大鼓呢，你一定要快樂分享，錯嘛？啊，老師，你嚟考一團呢，好嘛？我嚟考啊！金大老師愛嘛？我先唔是，我只能單邊的。你這個打這個，我有肚皮鼓。來，君豪示範一下。總監來，基本拍，好，沒比較沒傷害哦。給他看難的。唔係，你只看當簡單，先打基本拍。對呀，能夠簡單，對呀，能夠是難嘛，對對。好。好，這是藝術拍子，當簡單啦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。哎，簡單聽，老師會啦。老師都會了。唐先生講清簡單哦。來，好來，數拍子，好來，預備，加油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。超進階版，交叉。來，我那隊長啊，跟你基本交叉一下，等陣我再找一個孩子在這邊，3個連手到交叉。吃寬了。我當然要從慢板先來了，慢板，好來，5，我來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好，一起結束，走對了，哇，你做得剛一點嘿。對。哎，羅哥，應該半年哦，藝術總監，8秒就會，你都做總監。真嘅呢。
开玩笑，我做总统已经做很久了，已经做到现在在五指山上。哎，喂，年初一耶，来，好，还有更难的，加强版，加速的，又加强版，速度快一点，蛋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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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 rapper 又来，我觉得你用嘴巴打，对，嘴机追他讲，说高粱上场最总最听。来，坤坤，好，来哟5、6、7、8。哇 ending pose 还是要算一下。有啊。那体力时间同佢講嘅嚇，對吧？這個酸透了呀，大閃族好嘛？閃族3個拍3組拍子，噔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連續打3次。好，我再加一個學生來陪你。可以讓我都喘一下嗎？我客氣啦，一定做得嚟啦。好，聽口令啦。3次哦，3次哈。3拜哦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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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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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2、3-4，1、2-
3拜啊，3次3拜啊，老公有3拜了，啊，3拜啊，3拜，哎，还抽到3拜啊，奇怪，所以老太傻冇通用哎，哎，真的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厉害厉害。今天非常开心哈。高兴，然后邀请到你们来到现场，谢谢谢谢。我相信这种震撼哦，今年一定会震撼我们客家界。后年牛年呐，牛年呐，让大家震撼一下。猛超，谢谢老师，大家谢谢老师。6寸猪队友，26回事哈，26，欣赏，抽一，只会一次想要看在。哎呀，好生意哦，画面以后看那个，有奖，这位哈，嘟嘟3只小猪，哎。主持人出题目，迄度度老题目相同舒适，也是几个屁数用大股提问波数。第100失败就会带到猪的屁股，第200就会本人淘汰。最佳将对方打退4杀，就做得赢到比赛。比赛分咗2区进行，看来谁嘅猪队友会吸到呢？以下比赛正式开始。预备，我们要出什么的倍数？哎，先练习比较。现在可以洗啊！来3的倍数，3，哎，恭喜队加油！加油！1你是要从头打到尾，可以是啊，不要那么难嘛，还简单一些啦。我们就从52开始，52，从1开始，好了好，52的倍数啊，3的倍数啊，好来1、2、4、5、6、7、6，唔错。哎呀，高兵放错了，我错过哦，某一天算出后了哈。小家乐同学，深渊嘛，该喷错我了，哦喷你哦，哎，还是要跟他喷你200分。嘿，哎呀，可能佢来安尼节目唔要动接来嘛，对嘛？哎呀，可能阿卡冇熟悉嘛，你会冲过，但是不会玩游戏啊，对啊，所以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？谢谢，要吗？那要带猪鼻子吗？要啊！所以1队要给1次机会哈，一队给1次机会，一队给1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先示范赛了哈，让你们暖身一下了。错误示范。好，那就从你开始了。从我开始。6嘛哈。这样我问一下，所以旁边的错会喷隔壁的，连坐喷到你哦，他在我旁边很可怜。刚刚喷错了，刚喷错了，搞什么制作单位？林姐，你是来了，1年才1次就喷一下。对呀，你要美女才可以这样喷，你知道玛丽莲梦露这样喷。好来，青龙来哦，从5开始，从5开始。好，3的倍数哦， 3的倍数，3的倍数，听用哦。好，开始吗？5对，7、8、 10、11、11、13、14。怎么还不应该？两模拍板人用一吹哦。等一下，
我还没发觉。剧中大鬼对这个黄队有什么意见？不是，先检查一下水度。喷到隔壁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奇怪嘞，干冰哦，已经出来了，不用也可惜啊。对啊，反正就乱喷嘛，对不对？表示你很旺，知不知道？哎，自己带上去好了。请他带一点哦。哎呦，刚刚有念林冠廷抽一啊！哟，帅哥，很适合哎，好宽哦，蛮好看的，还是很帅。这个拉一下应该会你变成猪还是很帅。那个鼻子会歪掉，歪掉了，辛苦一点。真会了，你俩出抽的。台中回两天。好了，丑一了啊，丑一。天蓬大元帅来了，哎，好，好来，从10开始，好了。好。而且那一片，你是12了。14、16、17。这样，为什么？这里应该降回去，你为什么？对，一定要这样来回。罗哥一直想过去，很奇怪哦。我这个，你看我这个是什么纸？对不对？我指到哪里就我知道，有时间转换。对。了解，好，那就这样，好了。好了呀，刚刚18， 18好了。19，好，2百有变超了。不聊天的，我本来紧急没有，我们有一次机3会啊。的倍数跟19有什么关系？黑妹，来到你逮了，还有派谁老师的机会？我们有一次机会逮了，我们也有一次机会，我们这一队的机会已经用完了。我们没有啊，哎，还忙吗？没有用，还没有，出来啊，忙，一次机会，我们有一次机会，嘉乐救你的，谢谢嘉乐。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把我们这队的机啊不拿后卫，不然没都水呀。哎，好了，从开始哈，第二回事，记得看一下哈，注意难哦。 16开始好了。16啊17。没关系。哎呦，刚刚我小林姐不是这个口气耶，真的吗？这是现在今年最时尚的小包包，委屈了。哎呀，不用乱讲啊，还是很漂亮。在租界里面还是很漂亮的。对，属于蜘蛛精的那一种。租借你下，好了，统一了哈。好，鼻子蛮挺的。对，很挺啊，你鼻子好挺就这样挂哦。回家。好啊，波天渴望，好来，挺。从你开始哈，从28开始。 28、28、29。哎。 32。哎，你关挺恭喜哦！毕业。第一位下台的，来，好了，再补一个了。补一下，秋华先生。啊，你就从邱小姐那边开始啊。好，牺牲开始来。牺牲。啊，摄林先生，欢迎。牺牲叶。 西西，哎，西啊，西西，你西啊，你西啥？西西，好了慢。 46、47、48，不是啊，你干嘛48。哇，王心怡，因为打了屁，丑恶。哎呀，48还上给倍数啊，48他有打，但他有念啊。 哦，有念有打这样不能去给听呐，不能去给听呐啦，就淘汰。快点用心呐，真的很烂哈，非常对啊，烂。那就换队员，好 ，OK 哈，3的倍数还有3，哎，心里恭喜，哎呦，哎你个王一了哦，恭喜！这感觉很聪明哎，恭喜出。黄队还没换人哦，哎对啊，我们蓝队好像已经差不多了，剩队长而已，很怕哈，很怕，真也很怕。我们就是想要戴满猪鼻子。好了，猪年还是从邱小姐开始。
开始最好了。秋下先生加油！好来，26开始好吗？26，哎，26哎，先生，你对吧？你知道吗？3的倍数呢？3的倍数呢？26呢？26啊！哎，26就計試下嚟，計試下，因為秋下先生吼，佢糖到26，佢就糖到6，聽聽。6到都會3的倍數。太上台位。你看有人做用蠻高聲音的，請問下。不，高聲音在講。不要再硬凹了，好不好？來，秋下先生，初一。只會一次想要看你帶進。哎呀。跳音出來，不要待好的。好，真的，來，我們比業，比業。哎呦 ，Q 好了，可以，不錯嘞。我覺得他會傻。很強啊，有獎嘛？有獎。好，按你來。哦，沙下來。我問他哪一期的嗎？好啊。好，還有喊他哪的哈？對，不準。哎，你問7的，好不好？7的倍數。7的倍數哈。好 ，OK， 好。選擇一個數字。5開始。 5嗎？6、7。你有沒有按壓？我們秋霞老師不想帶豬鼻子。基本冇上誒。哦，秋下先生，要不你偏淺的嘛？要吃通推還有啦。好了，我兩個壓軸出來了。秋下先生。你看你來吹。你會吹帶的沒？全部帶的，你倆留一吹的啊，帶好了。心雨陪你啦。聲音哦。要了老師的命。我要笑死了。歡喜啦！請講，哎呦。畫面以後可能。有講。這位哈。嘟，3隻小豬。從他開始。好，喬1，6、1， 10開始，好吧？7的倍數哦。好，10、11、12、13、15、16、18、19、20、21、23、24。20，貓，丑一嚇人，丑一，還簽到嘞，有條人出了反串呢，還嚟做唔得，反串滾反要那個間諜。我樣票便宜，一聽咪，好了，從這邊過去，好，來，從18開始，18 7的倍數啊，7的倍數哦，18、19、20、22、23。哎，24，你知道嗎？24呢？23哦，28才是哦，7的倍數哦，73、24啦，73、24是不是？你比他多3是不是？來，這個帶上面。哇！我覺得趙皮情商他有許願，他說想要看整隊帶豬鼻子，而且還是來豬，我跟你說。來豬就不行了，哎，玩豬就好嘞。來豬啲係講的來財的豬。按揚州的。好了，一修7的倍數，還是從你開始。好，22開始。22、23、24、26、27。送上他一了，你最近缺少一代了啦，他真的很想帶這拜託帶好了啦，我跟大家一起。你們太起來 Q 300，誰會講呢 Q 300哎？我知了。其實是他的心裡真的很想要帶一下。鼻子帶着，還最怕有辦法衝過嘛？周隊長，周隊長哈，誰冇人講？豬之歌。預備起。有沒有親癖好哦？很棒，起身我才是反串的吧？對啊，你怎麼一直弄？你明明是隊長，不是嗎？他就自己殺害自己。哎呀，自己同類相殘。來，哎呦，繼續阿姨哦。從開始，好來。好，23、24、25、26。哎，28嘞，你講阿姨嘞？空嘅啊，佢空嘅啊。
30、31、 32、 33、 34、 36、 38、 39、 40、 41、哎呦，73、 44、 45、 46、 48、 50、 51、 52、 53、 54、 55、金记得数字都哪一片的啦56啊56你挑了啊57啊58是不是啦？金毛糖多嘞哦，哎，冇酸豆，落去咯，哎呦，淘汰，恭送冯世军，容易追熟的，哎，还有容易发财吹痒嘞，好啊，游戏结束，我要发红包了，恭喜发大财！街小巷，每个人的手里，见面第一句喂，香港咧总系要红包好难，奇怪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车少林。大家好，我是宋明欢。哇，同欢喜啊！年初一老大家见面，祝福各位乡亲朋友大吉大利，阖家平安。明欢啊，当导演就讲吼，你大嘴骨嘅演员啊，吼，个嘴嘛特别好。其实啊，佢经过训练，是一种说话的艺术。有样，不过啊，我讲话讲好话呢，我本人感觉如沐春风。有样。佢唔會講花嘅哦，唔會俾佢牽死。真嘅，像係有啲朋友啊，佢就當我講花，留給大牛哥，周偉哥差唔多，周偉哥咩嚟？佢講出來的話哦，本人聽到就特別冇空樣。我從來不知道周偉哥這麼會說話。對啊，靠嘴吃飯。你做得打一隻比方嘛？比方講，按樣難看，佢鬼胖嘅安醬嘅細牙齒，看到上到當醬嘅細妹溫樣嘅歐諾嘅掉。就直接講，這小姐長得很漂亮，很好看呐。謝謝。熟白白的，熟白白的。喺這位佢聽錯唔好按樣講，佢幾溫樣嘅講啊？哎呦，一細牙齒嘅上到當標誌，細牙齒嘅好冇？這個用詞確實很高雅，讓人聽得很舒服啊。係咪當爽快？還講這小姐長得冇按標誌呢？給大牛哥就講，這細牙齒嘅上都冇按標誌，哎呦，細牙齒嘅上都懂雅致，雅致，有氣質，嘿。還講佢冇按雅致咧？可能哈。嗰條細牙哥有冇講？細牙齒冇標誌又冇雅致，你一細緻哦，細緻咩不查？按照這個標準啊，我也知道怎麼讚美您了。你點樣嘅歐弄啊？來，欣賞。清明嘅說，來，您既不標緻，也不雅致，更不細緻，您是特製的。有天黃有，莫講笑啦。跟大家開個玩笑，大家就啲這說唱藝術，唔係講就會衝。係啊，個欣賞啊，唔該時間會講，唔該時間會衝咯。你想講就講，你想衝就衝啊。佢唔係假講嘅，唔做得比較厲害麼？比方講，年初一老鄉親朋友，按到好朋友見面，心情當好啊，我就想衝過誒。衝乜雞呢？白嘴就來哈。我一見你就笑，你那翩翩風采太美妙，跟你們在一起，我永遠沒煩惱，我永遠樂逍遙。來唱，我小朋友也唱過這首歌耶。馬上直接會講哦，打天發你就用講誒，打天發？對啊。打什麼電話呀？比方講你要卡貨手喎哈，哎呦，就要打電話。我家是我呀，打給119吧。我打比方啊。哎呦，你做的時候騙你給副卡嘛？好啦，比方講你要卡隔壁貨手喎，就話誰手都你要卡。但還是燒我家呀？跟我上咧。你燒遠一點。人家3年哦，懂路數呢，好啦。比方講你要卡富圈貨手喎，這就可以了。你看到咧，哇，貨手喎，隔壁打天發，喂，小鳳吹，你好，我這裡是台北火車站後面第4台車巷子弄車，我們這邊發生火災，請你趕快來。
好，喂嘛，该啊讲铁的啦。啊，嘛个就无通清楚，讲还蛮屌的啦。拜托，人家副手我当紧张的事情，我当然要讲较激到的呀。不是啊，你讲那么快，大家都听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冇糖多啊。怎么救？哎，你跟他冲过哎。大家就談到懂清楚誒，就像唔用衝嘅啦。哎呦，宋明翰，人家副手我喊到個衝過誒，人家拜託好冇？大家聽得比較清楚啊，衝啦！哎呦，看來啦哈，哇，副手我大天方，喂，小風吹。叫一聲消防隊，請你趕快來。我聽人說你們服務好，精神跨地。哎，有樣。我有件事要告訴你，我家是火療。很充滿狗哎。趕快來！是哪一位呀？不要再等待。要是不來，要是不來，啦，全都燒完了。哎呦，手开杆子哎呦，厲害嘛，厲害嘛！安真哦。基本學手體咧喏，跟副小婦你還蠻夠，老幾講主旨嘞，哇，很精彩嘞，真的啊，很厲害，冇啦，不同精彩聽聽啦，不同精彩，日日都順風嘅哦。都搭下精彩，講乜邊喺台那睇神啊？我去睇神了，睇死哦！你報個貨仔貨小貨人係用衝過誒，還充滿狗誒，嗰邊接可能做出瓜頭有那種點。這就是一個相聲大做一個給神奇的地方。就把生活當中發生的事情哈，拿來變做笑口，大做一個不能笑嘛。結果他看你的節目，看到我笑，我想要看。對。其實大牛哥我知道，前一陣子跟那個伯恩他們那個，有國士攜手，我真的發誓我有看，因為很多朋友跟我講，哎。你認識大牛哥？他那個上那個這個節目，我說啊，他怎麼可能去上那個？他說他是，我跟他們講，你是所有上過的來賓反應最好、最有效果的，真的，就一點，也是風流的羅姓歌手，對，真的，哎，真的很棒，他那個節奏感，因為在口說藝術，光文就一個節奏，那個大牛哥的節奏非常好。不是，我那個只是傳聲筒而已，對，高媽都高媽。可是有節奏的，有節奏，因為你會音樂反應嘛，然後對，我們講的詞急頓挫，被專業的歐陸呢。真表示有專業到，真的你好好練，再差不多3年就可以趕上我。哎，3年不久啦，3年很快，3年輕點啦，喜新厭舊啊，你這個人。我沒有啊，我一直在誇獎。有新人在這，你現在都吃嫩草泥啊，什麼叫嫩草？哎，這是很優秀的後生女，優秀後生女，也是他口說的演員。係啊，頭擺就批傳唐川老師，哎呀，唐川老師用久了不好用，相看兩相厭的啦。小林老師真係當厲害，因為我看到面開時期佢當國中，佢哋太學兵呀喂。哎，佢剛沒有同我介紹講，哎，10年前有讀過的呀，10年前到現在還是不會說客家話，做得好。佢慢慢的，佢本來一句就唔會呀，慢慢的做的，你知道做的幫忙佢啊。我全部都是用那個注音符號一個一個字標這樣，然後背起來。很厲害哦，有心學，對，很優秀，很優秀。這個在香港大學畢業以後回來，現在自創品牌，自創童裝品牌，厲害。兩個人有意思嘞，學生啊，就是學生，對啊，就教出來。學生誒，佢唔要講行要搞，就慢慢的過年先搞，當搞給客家話。就前幾天小林老師請我吃飯，去一個牛排館，說如果說客語發音標準的話，就是小林老師付錢。啊，如果不標準的話，就是我付錢。一看啊，1盤1000的牛，機會，真的是。結果最後我付了3萬多塊。哎，你現在賺得多嘛？你有自創品牌，有自創品牌，怕什麼3萬塊？對啊，哎，那個打竹板那一些，那你們也有學的？會啊，我們有。有沒有訣竅嘛？等羅大哥哪一天得了帕金森哦，打起來就很順。哦，你很會哦。大牛哥絕對不可能，因為他其實他就是一個節拍。對。我們一般人撲輸啊，有冇？鍾愛鳥。啊，其實我們拍下去哦，叫板打
打开叫演。我们讲一下你中国有板有眼，有板有眼。那比方讲讲呀哈，古道真古道，钢铁人盖天国。哦，也就板上，如果你在演上，节奏又冇空用，就古道真古道。钢铁人，哎呦，好盖天国，水大田，做沙漠，雕蛤蟆就唔追角，牵猪角就牵鸡两条索，做山公喷牛角，咱民众问条脚，咱枕头冲脑壳。咱坐车去按肉熟，台湾头选到台湾米，阿牛果啊忌水恶，特别嫌忌老忌空下来上台，忌咁老挨看到嘅鸟同角啊，鸟同角。说唱艺术的翘楚，真厉害啊！讲来就来，好厉害啊！对，小时候我也练过啊。真的好，两杀，暗光中，石头砸，砸多钱一班，抢人头，人头失到按出所，头警察，警察讲唔怕，好，够，不错，蛮厉害啊，也很有节奏感的，对，我还要再3年才能改成3年就可以，你先帕金森就可以了。今日两位表演真的非常的精彩，真的，大家一齊來啊！恭喜！我哋衝下嚟舊遊戲啊！好，衝下嚟搞一下，下一段精彩遊戲，來喲！用吹接力回答題目，在幾個半題時間內，看哪吹答對嘅題數較多，就做得贏到比賽。呀，就等於都爆毛 NG 啊！爆毛 NG， 做唔得 NG 嘅，家下我睇下要睇到要看到啊！小玲姐按精彩按標誌嘅，按雅致，按細緻，這麼特質，不要停，再講不要停，客家話啊，同啲標準嚟對吧？家下做了口音唔一定會嘅客家話，啊你恭喜隊先來好嘛？永續先來，好，你們已經準備好了嘛？準備好嘞。哎呀，那個做了問題哦。好，以最快速的這個方式來答，好嗎？好的，好，邀請來，加油，來，加油哈，來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好嘞，快問快答，請第一位坐上寶座，好嘞。捧上去，加油！好嘞，請問這是什麼動物？用鴨呗。用鴨呗，好，HB，請講出3位客家人。羅時豐吉娜，還有馬上，我就你自己啊，林光權，打了小安 Q， HB，邱亞先生，請衝出2支客家歌，有限來是那，感謝警察，有沒有在報嘞？還有一題，好了，還有一題。哎呀，請講出大廈嘅乜嘅推表演，強盛還有鳳盛，鳳盛，強盛鳳盛。請講出一位金曲獎歌手，金曲獎歌手，熊島，小咖喱，有信心，還有一位。好嘞，一張相片係哪位客家名人？有2位，哪2位？這是30年前。還有呢？韋禮安。恭喜答對。台頂嘅啦嗬，皮長長玉鳳鳳，講嘅來嘅無面講，西瓜，恭喜答對。還有一位。請講出3種嚴謹嘅東西。西瓜、木珠、跳拿。台中真南片係哪隻煙？中發。出嚟，HB，雜 B。哎呦，請問亞準神明係乜個神明？八公。錯，HB 小咖喱。好，請衝出歌詞當中有法。你跳法，衝出來。春天給你跳法，你跳法。我有加速了 ，Oh my god！ 哎呦，這個難了。1加到5總共多少？1加東。他數學最不好了。錯。繼續。15啊，對啊，他答對啦。回去。去到彭思健咧。立馬。立馬。
加油加油！这告诉2个过年会做的事情。是拿红包是。都几岁了还拿红包？他几岁了还拿红包啦？拿红包，好正经哦，难怪本人大炮的啦。大炮哟，合动还没合动嘞，哎呦，好可怕！哎，你的恭喜吹啊，14题，14题哦，吃的不长，哎呦，吃的不长。安尼恭喜队答完了哈，攻守交换，个关系哦，是不越关越多，越关越多，越关越强哦，还要加速，加速哦，哎，好来，预备，起，好，加油加油，请问两海马来同分。用一杯啦，请问两麦同分，加，用慢讲，先生，用米的啦，用米的，第一题，抢公出3号客家料理，抢公出3号客家料理，客家炒牛，就是太臭，就是臭，还有温水后，3轮，抢冲2支客家歌，2支客家歌，讲，太大不是才能破开好结架。上来看一题，下尾了214黑马开始。干嘛干？紫色老干妹色，红色老干妹色，看一题，今年上色第8度排行第7个，上色黑马给。牛虎兔龙，答对，上来看一题，2种相片第8度有哪2位英语？林志玲，还有那个还有邱老师，不错，没有，我这不好猜。下一题，啊，一条培养大风葵，喊得前门万富葵。性别是什么？性别，他的性别。给狗，答对了。下来下一题，相公出3种型的东西，3种的3个东西。三角饼、14丁，还有那个另个，还有没有？那个菱角包那个菱角包。哦，下来下一题，请问台中张北片现在在演？台中张北片。行走，没有。下来下一题，请问2组天马的神明？妈祖，答对了，下来下一题，请问狗子里面都有爱。跟出来。好，下来下一题，请问12的平方是几多？144。好，答对了，下来下一题，请问2海马个东西啊？你还嘛干？抢公出6号，张业班不做的事情，张业班不做的事情，拜，有吗？拜天公，拜祖先，拜祖先，客家吃不吧？吹冷开水，什么个意思？吹冷开水，什么个意思？毛菜狗，烧了海题，客家传统。哎呦，没排谁俩孙马啥给？真的15题。心题啊！哎呦，郑重。客家传统3派调，鹿3国字平板什么？哲伟，而且你们一直在捣乱我们。本来就在捣乱，可是我们刚刚还帮你们。谁叫你们人这么好？我有说嘛，谁叫你们人这么好？我来说一个公正的话，对啊，你们真的在捣乱。罗哥，你刚刚有跟他捣乱？有，我不知道。罗哥还要讲正确答案哦。发财对啊，中枪拿到一多分，14分呢。他一家都有红包啦，他红包上起来哈，不好呀。然后他一家都有嘞。哦，安尼这个单元就结束了哈，就结束了哈。安尼看，嗨，这单元搞，嗨，这单元搞一下。
瘦腿哦，可以瘦腿，直接卡住，靠不上去了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还一条腿就好。对，都对。再回去了。哇！一个就很困难了，还哎呦，这个4个哎，我想看罗哥表演。罗哥，罗哥来，罗哥。哇，东江孔雀开屏有没有？很美，东江，原来是要给他哦。哇，哎呀，我就难怪按苗条吉娜，你好漂亮。哦，走的。吉娜姐要看清楚喽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3掉。哇！人家都加入我们这一队。漂亮。金奖。表演者去哪了？哇！哇！韩剧我。喊 you 哦。哦耶！哦耶！哎，後輩已經做乜㗎？哇！等下背起一半魂。没有。兩屆哦！哇哦！哇塞！他是有去打篮球啊，真的打篮球，你说会转篮球就可以打篮球。哎呦，这样可以吗？可能吧。对，剪刀，没有。喊 you， 哎呦，5顆，你買，我偷睇了呀。哇，好想变成那颗球，感觉一下。应该会头晕哦。哦，总共几个？5個。哎呦，哇哦！耶！他要转他吗？耶！用食指转他，那就厉害。吉娜姐很羡慕哦。我好羡慕哦。哇！我来看罗哥啊，吉娜这里。站起来，要站起来，太厉害了！我们一定要站起来！因为吉娜姐马上会表演嘞，马上是不是？他们要告别他们的那个是职涯了，所以让我来表演一下。耶！哇，新年快乐！
你好，很赶紧啊，我是不是，你好，我是天马戏创作剧团的团长杜伟成。那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有拿到世界小丑冠军。那我们那时候是对，那时候我们代表台湾是从200多个参赛者，38个国家。你要不要等一下？脱颖而出，传一下。你们先把气息搞好，等一下还要举我嘞。你在做表情哎，可恶！罗根啊，刚刚某糖豆，佢迄嘛该剧团，再好好的剧，天马创作剧团，天命系嘛该。好，来深呼吸，好来哈。那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拿下一个世界小丑冠军。2017年，真的哦。那时候从38个国家，200多个参赛者，然后我们是在亚洲比一个世界大赛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拿下了团体的总冠军跟个人装扮的一个冠军。台湾之光呢？这个台湾之光真的很好。他们今天很用心哎，特别穿的跟哲伟哥很像，真的哈，对不对？一组的，是不是？哎，组团，你也是穿这样吗？可以。所以大家可以倒立吗？我们看不到袜子。原来转个那个圈出来，转一下。你说哪一个？呼啦圈啊！你刚刚不是说想要呼啦圈？对，呼啦圈吗？转他 Q 了，我以为你家用手指转我，他在转我手指吗？这个我可以吗？走的，这个也不那么容易哦。来哦，一定要这只是不是？对，不能换别的。中间好了。哎呦，你这个感觉舒服，按摩一下。看好，来哟，哎呦。哎，拜天嘞！所以你不适合回去。你不适合，你不够硬，好吧？啊，不是，我当人服装总监就可以了。邱霞姐比较硬，手太短。邱霞姐可以哦，可以吗？邱姐可以吗？也许年轻的就不行了，年纪大了 OK。你听周的啦，周的啦，来，有指甲的可以。哎呦，服务很好，嘿。我都听到邱霞姐 Big Boy 跳的那个心跳声，心肝啵啵表。哎呦！哎呦！来！哎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邱霞姐可以加入？她可以跟你们世界巡回吗？对啊，数字走的同样的手指啊，他刚刚还有正亲过。为什么？你还没帮他亲呢，奇怪，你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冰霜吸入脸呐，有放屁事啊！要放屁事。刚刚你那拿呼啦圈出来的时候，我本来以为是你要。结果是递给他，结果是递给他，对啊，我们以为高潮要来了，还尖叫一下。他也可以，他也可以哦。那你觉得他可以吗？他可以背转，吉娜姐是背转，没有腰也可以吗？好想看，好想看，转一下。不会转。吉娜，脖子吗？吉娜，我不是说或者是脚踝。呼啦圈不是说叫你绕着呼啦圈转哦，是要套上去。等一下，刚刚不是有那个30圈的那种？那有100个，有100个，有100个。刚刚那是100个，对，刚刚那是100个。那吉娜姐一定要100个啊！没有腰啊！你失礼喽！靠在腰上。你们靠太近了。接我们往左边丢。就是这样。那我可以加入吗？很好。加油！再丢一次，然后算了啦，你回去啊，私底下好好练一下。罗哥，我转移练一下。罗哥，在按头上啊，侧有一听要摇呼啦圈，小林老师。他身材这么苗条，一定会。考过老师也可以100圈，你觉得是 OK 哈？有歌星，还有呼啦圈证美。歌星证跟呼啦圈有啥关系？对啊，呼啦圈是维持身材用的。来，小林形象。曼妙的舞姿啊！哎呀，好厉害！真的，哎，前辈就是前辈，什么都会。用炸，用在 Q 他了。哎呦，来喽！还有，等一下还要加脖子哦，哈。
脖子交给你好不好？脚还有脚。老师可以加入你们了。老师三个，明年发通告再来，一次对，今年2个嘛，明年变10个。10个。哎呦，刚刚哎，看你的，有一个人像水管的，举起来。叠罗汉吗？叠罗汉。举一个人会很简单吗？其实我们今天有准备一个，希望可以跟艺人来做一个挑战。那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上次跟蔡依林有做过。我就说嘛，再来就没有跟艺人合作过，真的。所以希望今天在这里特别带一个新春特别的一个动作。可是蔡依林大概30几公斤吧，哈。我也30几公斤。你来。哦呦。他们要先扎马步。星宇，你有买保险吗？哎呦，立正站好，手往后脑勺放，嘿，狗张来走的，听一扑，还要摇一下。哎呦，你很懂罗哥哦，罗哥在瞪你，星宇你可以啦。哎呦，然后嘞，要拉他吗？小心，1、2、3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小心！整集就这样子。好了，我有发现他们在抖哎。先不要这样，你反推是骗人的，你骗人，他们上面抖到不行。对，不是。好刺激哦！很刺激吗？会上瘾哦。真的啊！哎，太棒了！跟蔡依林一样。谢谢。好，欢迎客家蔡依林回举完新语以后，来换你。吉娜可以吗？哎，你要不要先买腿的保险？哎，你们平常最高的重量是多少公斤啊？你们平常70K 到200-300公斤，200-300，那 OK 了，差不多272。1、2、3，手举起来，然后唱个歌来 ，ending pose。春天给你跳房，耶！哎呀，非常精彩，真的精彩啊！希望你们继续的这个出去外面表演，然后把台湾的这种好的技术，然后传播出去，好不好？台湾之光，好，就靠你们了。OK， 安子 C， 谢谢。好。生牛零牛呢？喂，还要信30年了，对不对？性感，加油！1、2、3，第5次，强的就好了，强的吧，强。转慢慢吧，帮我们后置快一点。你的实际有1/3圈，好像老巫婆的感觉。两嘴接比讲唔惯，系讲鹦鹉失败就会撞到双一关，最近拿到气的吹语就做得样到比赛。好了，各就各位了哈，各就各位了哈。准备好了，对啊，哎，通关密语敌嘛，敌好，欢迎来哈。好，好了，那我们就从第1位开始了。第1位，在你旁边。哎呦，加油出击，加油！ OK， 哎呦，罗哥，过年安排的好不好？你看我，很棒，是有代言的在家乐旁边，好的。好了，马上进行游戏，游戏开始。生牛零牛呢？喂，加油！快点！加油！哎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加油！哎，快用吸的，快点喝吗？加油！哎，加油！想象你是蔡依林，快点！蔡依林，哦，我心疼了，加油！一气呵成，加油！哎，还有一些，加油！快
他吐奶了。哦，是的嘞，沙雷第一关。这应该很简单。哎，你来通关密语。听令财宝得你来。哦，来。好，来。嘿，哎，罗哥一次就好，罗哥一次就好。哎呀，谁来嘞？哎，莫再投过。还有一次机会，你不要让心宇喝太饱。对，该又300了。高一百，啊！心宇牛呢？通关密语。生牛呢？哎，不要胀气哦，加油！这个牛奶会胀气，饮用多。一共我吃的啦，吸管重温旧梦想，性感还要性感。30年了，对不对？性感。哎，加油！抢到！哦，30年没喝的，一天喝回来。哎，加油！哦，还有一口，加油，心宇加油！好，沙罗，通关密语，哪嘞？通关密语，一个靠你了，等一来，加油！有温水。好，加油！用白鸡皮哦，来，卸妆大挑战，2次了。哎，不要喝水哦！这个那么难哦，轻难呢。我本来以为很简单的，能听得来，嘿，加油！听得来，哦。还一百。条状物你可能比较不行，还有100哦，最后100。太渴了。来，咖喱太难了，开了嘞。你不要笑，听来，哎，加油，李冠军！一次成功，二次成功，来，通关密语，你的通关密语，来会讲牛歌，来，听完，运动转来，好，运动转来，加油！1、2、3、9、10，在后面，快！声音，夹屁了，声音，掉下来，声音，哦，哎，时间那个从3分43秒，43秒，哎，喝的怎么样？这个真的很难，这口味喜欢吗？那个空气真的很难吸，不然罗哥吸吸看好了，罗哥吸吸，真的，你先吸，我再吸。我先吸，你再吸，好，很难吸。哎呦，好啦，按照3分43秒哈，恭喜过关了哈！哎，攻守交换，放出去，我也要放出去，哎，我来放出去嘞，加油哎！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就定位了哈。哦，我们3分42秒，确定？要求别人喜欢走在边缘的，有音乐边缘人的，希望你们可以赢他们了哈。哎，通关密语知道啊？记得喽，记得喽。第二，好了，马松金行安的游戏，比赛开始来。加油！一个，哎呦，你唱什么汹涌哦？比心语优雅多了。开后嗓啊！哎，开后嗓，所以距离他吃奶的时间比较近。加油！厉害！他笑，你该不会喝奶喝到20岁吧？会金银財寶係定面女，來，加油！一次就成功！愛無分絲，愛你不醉，來，一次成功！加油！還有700，你這樣全部都跑掉了，好不好？哎，第100哦，第3半，你看3半，都問清楚了嗎？還有6半，還有6半哦，你口渴了是不是？還是肚子餓？哎，加油！不要咬GoPro，謝謝。預備追你100幾不要那麼深啦，加油！搖淺一點，不要咬GoPro。前一點。 1、2、3，強的就好了，強。有沒有？送一個。金銀財寶定面女，哎，金銀財寶，其實你要吃。來，加油！
加油加油！俺牛不是。哎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调酒，我们台里加油！他在学游泳吗？很贵啊！你也要该 GoPro 呀！很用力，哎，我们这咬水果不是咬 GoPro， 轻轻的。哎，真的那么难？很难，轻难吗？它会飘啊，你会。哎，给走摆，你说嘛？第三摆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呀，好认真哦！有200几币。哎，我觉得效果太多了哦。对。哦，加油！有几币！来，还你是怎么？俺係做牛角，俺係做牛角。哇！小林姐，加油！都站啦！转慢慢吧，帮我们后置快一点。你的时间有1/3圈，好像老巫婆的感觉。他好像锁得很紧，然后又倒转。哎，声音哦，哎，拿不以後來，100成功，哎，真的咯，哎呦，平庸大旁，還好嘞，功夫清後，時間到，發出去3。發嘴水有冇較少啦？當然較少啊！哦，係啊，加一恭喜水啉200呢。你哋係現張200阿嘅小家咧條蝦咩請叫啊？哦，對，我係低拜啊，對唔對？好，安尼就會發嘴水養了，是吧？發嘴水養哦！還有沒有誰想要挑戰那個牛溫水？牛溫水，牛溫水有嗎？順便卸妝的，還是有水肚子餓？有沒有人有嗎？於娟啊，羅哥啊，羅哥好了啦，羅哥不看了，心宇啦，心宇哦，心宇犧牲好大。心宇來，我們兩個來拼一下。來，讓我們看秒數。我先好吧，我先好。那有什麼獎賞？紅包哈？進也好了，輸的親一個。好，好吧，輸的被親一個，然後贏的親人家，贏的親人家，不管怎樣都要親。這懲罰嗎？都是我佔便宜啊。輸的我親你這樣子啊。好，來，預備，加油！開始哦，算時間哦。好了，愛黑牛溫水，愛牛溫水，愛黑。來，哎，口。可以哈，看羅哥有沒有很口渴。哎，慢慢的。哎，金跳救嘞！哎呦，羅哥你還在嗎？羅哥 ，Hello，你要想象那個是心宇。冇簡單呢。冇人改好，來，冇人改，真係冇人改。我幫演呢。1、2、3，哎呦！又到嘞！記到沒有？心宇，時間多長？35秒。哎呦，關心宇咯，心宇加油！心宇，你不要吐奶哦！你剛剛奶喝太飽。哦，來，計時開始。需要羅哥幫忙嗎？需要羅哥幫你扶着嗎？不要笑，岔氣哦！不要笑。哎，還有這樣的，還有這一套啊！那來啊！18禁啊！來啊！招待寶！哎呦！這是在臉，哎，他的妝是防水的呢。加油！啊，真的。哇，加油！有幾筆？一定要哇，好可憐哦！哎，這對女明星，這節目對女明星好不友善，對不對？
金拉狗，好可怜。太短，你有激情会被 kick 到啊！嘿呀，你一定要成功。我们会不会这一集特辑就星宇吃咬到小黄瓜就结束了？还要吗？锤哥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。好了，我太起来 sell 一哈啦。对，他时间绝对是超过我嘛，对不对？求够嘞，所以他输了。好，他输了。没有，卸妆后的星宇。好的，但头发不好。这好像那种回去看播出。哎，你们好像在海边戏水，然后干柴烈火的感觉。OK 啦 ，OK。输了以后，红包多一点。整叠给你，好。好的，按你们一样，发腿吹一样啊！来恭喜你们啊！谢谢马哥，谢谢。哎呦，这节目我2点钟的呀，休一下就可以。很老痛的，休一下就可以。大概应该交得到翻譯啦。當然希望啊，你今年啊，做得非常的順利。當然。安尼所有觀眾朋友安尼所有台灣地區大家都全部平平安安、順利啦希望大家看到安尼客家天師台的節目呢，大家都係歡歡喜喜的過新年，新年猛衝，快樂的台灣年。永连天，祝愿你过新年，拜天公有拜老祖先，大家庭团圆，锣鼓响真闹年，从山沟来拜年，大七八还有做半年。台湾有太赚钱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呀呀的咿呀嘿，祝福你每年笑连连，富贵呀乐无边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呀呀的咿呀嘿，祝福你。数年长，欢喜台湾年，欢喜客家年。希望咱所有鄉親朋友大家牛